大家好，我是今日要同乡下做义工运动嘅家人咯。今日特别邀请到我嘅师傅顾阿明先生。冇错，聽到我鄉下嚟做運動，要做義工以前呢，我先嚟做暖身運動。佢義工最重要嘅係咩嘅？就係跳戲。所有嘅義工嘅動作呢，都會同跳戲有關。故上暖身運動，就先嚟學習用板嚟跳戲。一開始呢，我嘅腳會打開來，讓我嘅肩頭安尼平發。佢撒下來，我嘅手把種合起來，變到我嘅肚臍嘅部分。跟你跳戲嘅時間呢，我感覺我嘅肚臍由起安尼膨起來，用我嘅屁股撅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最後嘅係8步嘅時間，我腳起腳落嚟，冇辦法咩冇相關5秒鐘未做到啊！好，嘅側面來看一下，變到我嘅肚臍當中，腳起嘅時間，我嘅肚臍會抬起來，用屁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聽我嘅肚臍嘅時間，會使我嘅肚臍硬硬嘅，安尼就錯嘅哦。好，腳起過後，我跳起呢就用我嘅嘴，咩係8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，再過來100哦，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用嘴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！佢所有義工嘅動作都會配合一跳起來做哦。佢撒下來呢，來做肩頭還有強硬嘅暖身，右手翹起來，用到右腦位嘅肩頭，有感覺人嘅肩頭啲後背，要用力嘅去表後背，唔講人嘅強硬嘅愛彎片，有拉扯嘅感覺。記得愛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看到後背就動好哦，跳起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彎片，左手變到右手嘅肩頭，去後背嘅感覺，眼睛看左手片，做嚟看到後背就動好哦，來1、2、3，腳起5、6、7、8，動好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。佢撒下來呢，看難一系列哦，手打開來，腳起1、2、3，就做嚟推了你這極限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來做片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再過來100，1、2、3，我腳起哦，5、6、7、8，分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，安尼手變下來，本也起，安尼壓下起，然呢就係人嘅暖身運動哦。佢撒下來呢就停停向下來做義工了。佢基本呢，我教睇次嘅義工嘅動作呢，睇咧按到冇跳舞，你就想象一下，你跳扮人呢冇嘅跳舞嘅時間，係用扮嘅情景咯。一開始呢，先嚟準備動作，腳尖打開15度，右腳出去，重新啲動昂哦，做唔得去跳前面，做唔得去後背，啲動昂，左手把種下背。也未強用，準備啲呀，冇跳舞嘅時間就係手安尼，冇就是像跳擺嘅人做跳舞安尼，2、3，好，佢一下呢右腳向下來做，來1，出去重新去停定嘅手出去
轉來，我啲同我出去重新出去，做嚟去體驗就去體驗，嚇，出去過來，你喺背囊中嚟顧下來哦，你出嘅出去嘅時間係一條線，嚇，看到有一條線，出去轉來，嘅條呢就看你喺斜前方，出去條到冇停同就係你轉來，看條線，出去當好轉來，穩片咁樣準備動作，打開來，出去，身體過來，右手變好，左手變好，來開始哦，咁樣出去，重新來轉來，唔講你後背嘅腳，會刺激，雖然講出去轉來，一行喺維持前頭前，係反嘅後背係刺激啊，好，咁樣出去，咁樣係反嘅後背係刺激，轉來當然轉來就會安尼，唔錯，轉來聽從嘅維持，安尼，人嘅身體聽從45度，出去，轉來行喺維持呀。條那位係看影片，嚇，出去，條那冇安尼擔起來，當然出去就安尼，做唔得，出嘅出去，進來，好，有人嘅腳後背就條反嘅，我要注意哦，嚟出去，進來，再個禮拜，出去，進來，嚟搖，是，然後呢就係很多冇跳舞。嘅三行嚟嘅動作嚟看難一些啦，很多單槓嘅單槓當然就低啊，扁擔操嘛。一開始呢，人嘅右腳出來一些些，有一點斜線嘅感覺，出來一些些就好10度左右，人嘅身體轉過來，條那看後背，轉來。一片看難，因為你一腳嗰啲條線，佢說你做嚟去結後背就去，看後背，轉來，看後背，一做嚟離開眼一些咧，轉來，出去，轉來，一咧加上人嘅腳步，顧下來，起來，看後背，顧下來。看後背，要看難一些啊，顧下來，頭起，腳起，頭起，顧下來，頭起，當好顧下來，頭起，顧下來，頭起，嗰時候因為我頭起，我半夜起到動嘢嘅位數，嗰時候人嘅單槓就係顧下來。頭起數把種比單槓用低速度會強用啊！哈，做起體驗就起體驗，顧下來，人嘅腳會維持10度啊！顧下來，打開來，好，停來，好，影片呢我不用輕鬆，做在看到人嘅手就看，好，因為呢有啲數呢勞宮穴。勞宮穴呢就係啲影片，嗰時候你做嘢動作嘅時間，人嘅目睭天才會看到人嘅手呀微縮，嗰時候呢就係安尼看人嘅手呀微縮，已經看定影片，好，來，看後背嘅技術，頭起，腳起有看到人嘅手把種，有冇？頭起。腳起，當好，佢下來嚟分片，就用左片腳骨調節一些些速度，右片開始哦，調起，看人嘅手把種影片哈，來，有看到冇？當好，調起，腳起，調起，腳起，當好。頭起，腳起，看到又要看定係數，頭起，腳起，頭起，腳起，好，佢氣功嘅人一下已經懂熟練嘅動作，人嘅腳嘅肌力就較快些。
要發起時就會困難嚇，來做調氣，轉氣，入邊動難咯，調氣，當好停，嚟一下，調氣，轉氣有可能也係數嘛，當好調氣，人嘅身體聽到按轉過來一條線，不用輕鬆。好，咁一下呢，人哋木條褲呢開始嚟練習，一邊叫擺啊，來，一，出氣，調氣，二，出氣，調氣，調氣，數字條不用輕鬆哦，當好，我看條前。7，當好，8，當好，9，當好，一下來穩片，來1，出氣，轉來2，出氣，轉來跳哪位張哦，3，出氣，轉來4，重新出氣，轉來5，當好，我跳氣啊，6。後背嘅腳會順刺咯，7，當好，8，前面隻9，當好，佢撒下來呢係單槓，可能做結法哈，人哋右手右腳出去做數片開始咯，來1，休息，2，休息，轉氣，轉氣。5、6、7、8，看也數8種哦。9，休息下，穩片，來1、2，天天嚟做，懶也數係最重要嘅。4、5，看也數8種哦。7、8，前面咋？9，當好，以下呢就係人嘅木條褲，還有單槓咯。大家做當好，我繼續嚟練習咯。嘅一下去淋下水，休息一下了。一下呢，我嚟小嘅呢係很多馬步站樁。馬步站樁呢係一支撐地度最基本，聽錯我學喺個幕後，你就唔是講因為一支撐氣功哦，也係當重要嘅動作。一開始呢，人嘅腳做得比人嘅肩條快一些些。你想象一下人嘅嘅腳趾，一從人嘅體內，係你用力嘅重嘅感覺到人嘅腳骨啲嘅轉，你看就會像人安尼，像人嘅樹安尼用力，嗬，聽說係個莫做行一體內呢，唔做嘅一氣就唔會順啦，嗬。故所呢，嘅馬步站樁從頭到尾，人嘅腳聽說我做體內做得好，嘅樹呢一開始用嘅數把種。夾起來，我調氣啊，撒下來做，嘅時間你顧下來，然後背，停，好，再過來一擺，人就單槍做數就好了，一開始數夾起來，好平高哈，天天嚟調氣。調氣，然後背，你見你像掉嘅盤嚟喎，仲未跌下來，嘅盤嚟聽到一樣呢，就過來，好，嘅人翹下來做一擺，調氣，又係最重要嘅，又係氣聽出來有流通嘅感覺，扶下來，然後背。打開，
地腹卡呢做一动作，差不多10分钟，都仲得停痛。唔講仲得神遊，非仲得睡夢啊！好，你做一動作嘅時間，你會感覺你喺屁股、肚臍係兩條線，嗰時你師傅就仲得起起過，一係個某一條線，你係氣就唔會順，嗰時你會感覺你都係看鏡嘅，嚇，看你自己嘅屁股，然後肚臍有一條線冇，好，跟你喺師傅呢？起來，提肛，吼，唔係撅屁股，吼，喺啲一下背，然後喺屁股安尼撅起來，都是喺平嘅一條線，落地嘅頭呐，到下背係一條線。我做呢，很多眼垂簾，眼垂簾係乜嘅？唔係閉起來，係種蓮花咁樣，一絲絲嘅，看呀頭前。天然嘅微手，我說就會安尼，心呢就會停下來，就會定靜下來。好，記得我調氣。好，幾日時間呢？大家會記得，而腳趾頭呢係喺足天嚟嘅，故所以做一動作差唔多1分鐘。你汗流脈絡係動正常嘅事情，喺個冇汗流脈絡就可能也腳骨冇用力哦，哈。好來，兩個手呢就會變手指頭變輕鬆。有人講，因為研究嘅時間做係講法嘛，其實你做係講法哦。唔過呢，兩個動作呢做唔得停痛，就按你大椎骨就做得好。咁樣呢就係馬步站樁，地腹卡嘅時間我做10分鐘哦，好，就按你做唔得停痛。咁三下來呢，我都震斗功。震斗功係乜嘢呢？就係一隻動作，用人嘅七條將彈簧安尼咚咚咚，唔係身體去停痛哦，嗬，係人嘅七條安尼上下，係因為人嘅七條啲嘅停痛，人嘅身體才會停痛，唔係身體先停痛，跟人嘅七條才停痛。我想看，人嘅身體其實係冇停痛，係因為佢有七條嘅彈簧。安尼緊準 ，OK。給人一下呢，開始馬步站樁6分鐘，震斗功1分鐘哦，開始。鼓下來，天呢，你喺腳趾頭冇唔記得哦，腳趾頭要捉起來。有屁股肚臍係一條線，4分提肛，手你嘅胸脯就有氣第一片，會有輪轉嘅感覺。我記得調氣，腳趾要用力，看頭前，冇做係記得哦，看下背，也其實係最快嘅一個動作。咁所以呢，喺講一下汗流脈絡，冇就答案係動正常嘅事情。就係講人嘅氣呢，啲人嘅身體啲嘅準，記得要調氣哦，絕氣，調氣，咁用屁股絕氣，再調氣，數字冇亂停痛哦，我變好咧，有人緊準嘅種的哦，驚人家氣就唔順咧嗬，絕氣。調氣，等好再3擺哦。1，調氣，還有2擺，絕氣，調氣，前面1擺，絕氣，調氣，好，維持一動作，然後做震斗功哦。先不用輕鬆，用人7條先練習一下，預備，Go。用人7條，唔講人身體係講人不用輕鬆，表示係正確嘅。係講人訓練過後呢，就做嚟維持一動作。好，人咧做一震斗功咧，係本地度嘅5臟6腑全部嚟震動一遍，本家氣咧做嚟連準。故所以馬步站樁還有一震斗功咧，
因為動作有最基本嘅一字長嘅動作，佢一下來連續1分鐘啊，一動難嘅啲嗬。唔過咧，我堅持下去1分鐘，動腳就結束咧。動好，還有40秒，記得去調氣，用屁股再調氣，一數冇按停動哦，就會定住，唔係甩手功哦，去定住，腳個動順樣嘅啲哦，一下就過嚟，還有20秒，再調氣，屁股背後來，調氣，絕氣，你喺腳骨嚟，腳掌嚟天在絕天嚟哦，唔嘅數嘅腳趾條行喺我足天嚟，就得3、2、1，休息。因為呢一動作較甜，故所呢前面呢愛做3個調態，絕氣，調氣，動好，絕氣，調氣，絕氣，調氣，來一下下氣，調氣，不用強爽。起來，也就會一直產地度最基本嘅馬步站樁，還有震動功，係講平常時真見都無限。唔過咧，要利用啲動作聽咗當然會記得做，安尼嘅氣呢就會較順勢一些了。好，今日就係基本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啊？當然啲副卡4分鐘就做得了。下禮拜再見了，拜拜。